大火燒咗43個鐘之後，去到朝早10點18分大致被救熄。火勢最嚴重嘅宏昌閣同埋宏泰閣，全棟大廈就燻到黑色。外界懷疑火勢快速蔓延係咪同棚架嘅圍網違規有關？當局下晝3點見記者，話初步調查發現棚網達到阻燃要求。我哋初步係化驗咗大廈嗰啲嘅棚網嘅嗰啲嘅保護網我哋嗰個初步化驗咧，發覺到係達到咗係一個阻燃嘅要求嘅。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昌閣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其後咧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高溫亦都令到嗰啲竹棚同埋嗰啲棚網係燃燒，燒斷咗嘅竹枝咧，亦都係飛墜，係引致到其他樓層係着火嘅。消防處處長楊恩健今日確認，經初步調查，8座大廈嘅火警鐘唔能夠有效操作，將會針對消防設備承建商採取執法行動。我哋昨天咧已經派出咗我哋火組嘅同事咧，即刻立刻做一個檢測，關於佢嘅操作係咪有效？我哋發覺呢8座大廈嘅警鐘咧係操作係有問題，所以咧我哋隨即咧已經係收集咗相關資料，我哋將會係採取執法行動。我哋去試嗰時係冇聲嘅，係冇色，但係冇聲響嘅。一車車物資繼續送到附近開放俾災民休息嘅中學，呢一度亦都可以申請政府提供嘅1萬蚊臨時支援金。不過有宏福苑嘅居民就話，申請支援嘅手續繁複，地點亦都分散。申請咗啦，我1萬蚊，但係又要等咯。佢做得即係好散咯，又要我哋停嗰度，又要我哋停嗰度，即係佢都冇一個統一嘅地方俾我哋去申請嘅。因為我哋呢條村係老人村嚟㗎啦，咁我哋應該你個統籌應該會好啲。我哋已經燒晒啲嘢，咁我哋又攞唔，就算我哋未燒晒，我哋而家都唔可以翻屋企。咁我哋啲錢嗰啲嘢點算？我哋生活咧？我哋要住啊嘛！災民都話：而家最大嘅希望係有一個容身之所。好心好痛㗎，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喺呢度係住咗40幾年啦，咁啊而家冇咗間屋喎，同埋有啲人又走咗喎，咁多個，咁多年嘅街坊，係嘛？個心係好辛苦㗎。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話：將會向每一戶受影響嘅家庭發放1萬蚊嘅應急錢。同埋為死者家屬提供20萬慰問金。下個星期起，受影響嘅家庭可以透過一戶一社工登記，每戶將會獲得5萬蚊生活津貼。佢又話2個星期之後將會提供大約1800個可以長期居住嘅過渡屋單位，估計可以安置全部受影響嘅居民。廣播新聞網記者陳巧欣報導。